光，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这是咱请去用圣诗173首，173首，第3首请去。为着伊接受尊重的人有福气。
为着我人甲累骂你，不着你诽谤你万行的歹，就欢喜快乐，因为你伫天地的报赏是大的。咱只是做伙人压头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今仔日，阮若要放下阮心内的烦恼、重担，专心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愿你的灵来充满每一个人，互阮的心会使得到安静，来拄着你。主啊，求你赏赐阮智慧，互阮伫生活中、工作中，若是服侍中，拢会使行着合你心意的道路。有时阮来软弱，来烦恼，但求主，互阮随时拢仰望你，因为你是听祈祷的神，思念你的主。主，阮若要为着教会带来的圣诞活动来祈祷，由你来亲自陪伴每一位受邀请的朋友，无论是透过诗歌，若是咱的圣诞的晚会，若是咱的目前的联合小组。主啊，拢诚做传福音的器皿，互更较侪人伫即个节会使明白你，互规个教会不只是咧报名圣诞活动，阁会伫祈祷中用心来找你的心意，互每一场的聚会拢诚做福音的所在，祝福出口。阮若阁要为了教会的牧师团，甲教会每一项的事工，甲同工的团队来祈祷。求你互每一个部门拢行伫同一个意向中进行，互阮的教会不只有听的行动，阁有一个有系统的祈祷，有系统的福音的策略。求主赏赐阮有一个合一的心，互阮有信心打出去，主动去关心人，带人来陪伴你，因为你的名是得到荣耀的。阮若要感谢主。赏赐阮有遐尼好的敬拜环境，愿你继续带领阮南沟教会，做南沟地区最光甲最亮，互人因为阮的敬拜甲祈祷看见你的真实。感谢主，垂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的不足，阮也要愿主你教示阮的主导文章，今仔日礼拜开始。阮的音乐咧，把你的开始。你的光明大，你的记忆大，你最是名利，无论你是哪个坏，下面有人保护，天主万下面保护了，有你传一起，有你来来，你保把你的东西收好，来来东西，阿门。
耶稣到迄个官的厝，看见分得仔的老请人咧哭，就讲下去，因为查某囡仔毋是死，是咧困。因就恁笑伊，已经赶进人厝，就入去，牵伊的手，查某囡仔就起来。咱即是来看马太福音15章20到28节。阮当有迦南人的妇人，迦南的妇人做因的交界，后叫讲：主啊，来你来互伊平我，我的查某囡仔犯着鬼，真艰苦。耶稣无应伊一句，伊的学生来就伊讲，就教伊去，因为伊伫咱的后面咧后着。伊阁应伊讲：我防知毋是就问以色列甲示罗的名羊若定，有人来拜伊，讲：主啊，帮助我。若是伊讲摕囝儿的饼，迄互狗仔是毋下。有人讲：主啊，对，因为连狗仔囝也会得着食因主人骨骹落的饼。对于安尼，耶稣应讲：有人啊，你的心大力，照你所听的，互你做成。对你是个查某囝已经好啊。咱即是搁来看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但是要到下日就是真实敬拜的，咧用神用真实敬拜的杯，因为杯是爱即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咱即是来调整圣话对。
多谢信我对用遐尼水的歌声来鼓舞咱。咱即是要请咱本堂的导师为咱来讲道，今仔讲道的信息是敬拜甲祈祷，咱请导师。亲爱的日子的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我会当即个开始的礼拜堂内底来敬拜上帝，来祈祷，实在是真美好的代志。大家应该知影，一般用汽油的汽车，毋是电动车哦，车的迄个动力，拢是对迄辆引擎来的。不过，引擎若无开始要转的时，引擎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伫一般的车内底有一辆叫做启动马达。启动马达就是透过迄个电瓶的电，转做机械的力量，去带动引擎的曲轴。当它启动了以后，引擎就开始去颠打。迄个零件跨无偌大，却是车会当运输的主要原因。同款兄弟姊妹，基督徒的生命的动力是对上帝听来的，就是敬拜甲祈祷，就亲像属灵的启动马达，互咱的信心开始咧运作，信仰得到实际上的快乐。基督徒若无大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祈祷，信仰生命的旅程就可能无法度去顶达。当然就无快乐往前行。所以敬拜甲祈祷就是启动属灵生命的第一步。敬拜甲祈祷之间有一个真深的关系。敬拜毋是干那是祈祷头前迄段开场白。安尼，敬拜是信心的根基，是一切祈祷的人祈祷得到应允的基础。伫马太福音第9章第18节，有一个会堂的主管，伊来看耶稣，跪伫耶稣的头前讲：“我的查某囝拄啊死去啦。”请你来甲伊画手，伊就会画起来。请注意，即个会堂主管的囡仔，虽然即个查某囝已经死去，不过即个会堂主管伊无大心地去看，嘛无直直埋怨，一定行所做的代志。就是去找耶稣，然后随跪落来敬拜。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具体信心的表现。所以，伫会堂主管信约内底的理解就是，耶稣不但会当医治病人，不但会掌管生命的能力。耶稣嘛，真正是堪得到敬拜的上帝。圣经记载，结果耶稣牵查某囝的手，已经死去的查某囝就活起来。耶稣看见主管的信心，就出手甲伊帮赞，互死亡变水换命。这件代志，互咱看起就是敬拜会启动上帝真实的灵感。
敬拜毋是干那伫讲上帝尔，敬拜会当启动上帝真实的灵感。上帝若真实灵感，就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以及教会的复兴。总是，咱大多数的人的反应拢颠倒变。大部分的人拢是赶紧对上帝讲出家己的需要，主啊，请你来改变我的后辈，主啊，求你来改变我的先生，我的有邻人，改变我的头家，主啊，求你互我找到工作。医治我的病，主啊，请你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毋过圣经直直提醒咱讲，一个人若无大心敬拜上帝，你就较容易变做一个用自我中心来做得祈祷，兄弟姊妹。祈祷需要操练，祈祷需要学习。特别今仔日的经节，爱学习迄个为长主管祈祷的态度。当问题还未解决以前，人就大心拍伫涂骹敬拜上帝，专心高举我仰望上帝的名，宣告耶稣基督得胜的困难。当咱若伫宣扬、宣告伊的良善、伊的信息，咱的信心就开始咧运作。咱相信伫敬拜当中，上帝就开始咧工作，对自己做工。亲像之前讲过共款，亲像以利亚伫甲山顶，也是约沙法面对大军的攻击的时共款。兄弟姊妹，另外一段经节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5章，拄仔所读的经节记载迦南的负责人嘛共款。迦南的负责人，伊的处境真困难，伊的查某囝互鬼附身，非常的痛苦，不能动。所以，这个迦南的负责人就向上主祈求讲：主啊，请你可怜我。就是圣经记载一开始，耶稣完全无甲伊回应。阮读看了以后，嘛想要请耶稣赶紧打发迄个负责人走，讲伊最差，赶紧叫伊走。这个迦南的负责人一开始的时会祈祷，无得到应允。原因是因为伊的焦点拢放伫家己的需要的顶面。请注意，为什么我安尼讲？圣经记载，直到伊来敬拜耶稣的时，状况随改变。当伊开始敬拜耶稣的时，状况就伫改变。敬拜，互即个迦南的负责人的信心提升，最后伊看见神业的发生，到尾耶稣甲伊称赞讲：负责人，你的信心真大，互你的心完实现。咱会当看见。
咱会当看见真实的信心，永远是甲敬拜相结的。敬拜毋是感觉，因为人会感觉无准。敬拜是宣告上帝的主权。敬拜嘛毋是逃避现实，敬拜是将现实的状况交托予上帝的手中。当咱开始伫敬拜当中祈祷，人就无搁留伫替家己祈求这件代志本身，对家己的问题的焦点，对家己开始所拄着问题，开始宣讲上帝的恩典。敬拜会当互咱甲上帝对齐，互信心提升，互祈祷有困难。这就是敬拜甲祈祷之间结连的原因。因为敬拜会当启动信心，信心会当强化上帝的作。今日即个敬拜毋是一种想要利益交换的方法。咱大家拢在敬拜上帝，敬拜是一种真实信心的表现，是人对上帝真实的回应，是一种对形式到真实的转化的过程。所以咱爱面对一件代志，就是敬拜爱放伫祈祷的头前，毋是一种数学的公式，嘛毋是一种想要操控上帝的技巧。咱知影上帝并毋是照咱外在外表行的礼仪来判断甲行动，所以莫想要讲念主祷文10摆一定考第一名是无可能。上帝所讲的重要是咱内心的动机。那敬拜只不过是干为着好处尔，这款的敬拜一定毋是对伫听上帝的信心，甚至讲会当形容是一种宗教上利益的交换。真实敬拜的基础，一定会出自一个单纯、诚实、动机的良心。所以敬拜的重点毋是定数，毋是照1、2、3什么款的动作去做。敬拜的重点是我为什么安尼做？敬拜毋是照1、2、3动作去做，乃是我为什么安尼做？咱若真正确信耶稣是管辖万项有的主，伊堪得到一切的懊恼，咱自然就会全心全意来敬拜，跪落来，压头拍伫涂骹来敬拜上。安尼即款的姿势，嘛无感觉歹势，嘛无感觉见笑。伫约翰福音第4章有记载，耶稣甲迄个人，迄个妇人讲，不过是得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实来拜伊，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实来拜。我发现这本册伫记载伫外国有一间教会，一个人伫分享伊家己所看到的异象。迄个查甫人，伊就有一天去参加礼拜，就是伊家己的教会，
卫生人的教会是真大间的教会，所以入去的时，迄摇音啊，迄个声音拢足大的。伫礼拜中间一直后边行入去的时，看到规个礼拜堂拢充满会众，拢看起来拢真热心的敬拜。你就找一个话接落来，你接落来时，伊分享讲上帝甲伊讲，上帝甲伊讲，我要互你看见，遮个人中间到底啥人是真正是敬拜我的？等下，你会看见真正伫敬拜的人，身躯会发出光。结果，伊行进来了后，全会众的中间，伊只有看到三四个人身躯伫发光尔。其他的人虽然外表拢共款，拢伫敬拜的动作，毋过心却无来到上帝的面前。事实上，咱毋免去想即个故事，伊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家己知影，上帝会当看到就有够。事实上，人真将人的分心，包括做在座，大家拢共款，特别伫公开的空间伫敬拜的时，真容易受到影响。可能伫厝内面家己敬拜，可能较专心；不过伫公开的场所内底，真容易受影响。总是家己即个，无论伫倒位。咱拢有责任去训练家己，敬拜的时爱注目伫上帝的身上，毋好乌白受，莫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敬拜毋是干那表面上的热情尔，搁较是内心的真实。有时，咱可能会拄着就是一寡袂当控制的原因，可能读车也是车弄着，安尼我可能会晚到，迄无要紧。不过毋通习惯性较晚到。有人无论伫聚会几点开始，伊拢一定晚到，所以咱伫敬拜以前爱学习备饭心。毋是透早备饭先，可能拜六的暗时已经将水的衫准备好、放好，然后拜一个时透早就开始伫敬拜上。敬拜过程中间，莫分心，莫晚到，莫去影响别人，用上尊严的态度来面对上帝、面对敬拜的事情，也是这。当一去教会，全体的会众拢同心进入敬拜的时，这是一件真恐怖的代志。我讲恐怖，毋是对人讲，我讲恐怖是对魔鬼讲。这间教会若所有的人拢进入真实的敬拜，魔鬼就真正惊一群心灵信实的敬拜上帝的百姓。家己即个敬拜毋是干那例行的公事，敬拜是属灵的真正。魔鬼上惊的，就是基督徒对形式上的敬拜进入真实的敬拜。因为魔鬼真了解上帝的同在做引导，所以简单讲，咱第一项爱做的，就是大心确定家己兼有正确的心态，然后爱勇敢表达出来，互魔鬼清楚看见咱真正的敬拜上帝。敬拜包括行动
就是信仰的选择。敬拜甲祈祷，毋是干那只有内心发生的代志尔。敬拜甲祈祷，佫较需要外在行动的表达。我讲一摆，祈祷甲敬拜，毋是干那另外插我内心的代志尔。真实的敬拜甲祈祷，也包括外在的行动。互信心的敬拜会当变做看会到的选择。保罗先生伫哥林多前书第10节有记载，逐摆领圣餐的时，拢读即个经节，就是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圣餐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圣餐毋是干那一种内心的纪念尔。做伙领受圣餐是一种共同的宣告，宣告咱的主甲主同死同过活，用信心听候耶稣基督过来。同款，咱的敬拜的祈祷嘛，应该成做咱信心具体的行动。所以敬拜毋是讲只有内心受就好。咱来讲，毋免遐尔复杂啊。上帝知影我的心，毋免用行动表达。上帝知影就好，这是一般常听就有人表达，总是家己之内。亲像一个无够聪明的丈夫，伊甲伊的太太讲：“你知影我爱你无？”太太讲毋知影，伊回答讲：“咱会结婚啊，结毋是？”然后一世人中间拢无对太太表示爱意。生日嘛无，结婚纪念日嘛无，直直无表示无行动，即款的疼是无人无法度互人相信，伊爱太太这个心是真的。所以用圣餐来做咧，圣经讲，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咱来领受圣餐的时，毋是讲我相信上帝就好，毋免领受圣餐。圣餐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毋是内心相信就算好啊，安尼就好。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是集体的宣告出来。我每一个人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你的死直到伊过来。就是我食的是你的身躯，是你互我生命的粮。所以透过圣餐宣告，主耶稣是阮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咱所需要真正的欢喜甲喜乐。咱会当搁一步来承认讲，主啊，虽讲我已经是基督徒，不过我承认，伫世间有真侪物件是我所爱，不过无伊，我会当活。主啊，若无你，我就无法度活落去。当咱开始承认家己的软弱，开始咧行动，魔鬼就开始入境啊。因为魔鬼知影，咱若甲主建立即款的亲密的关系，魔鬼的势力就无法度控制伊的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圣经记载讲万民啊，你拢爱拍破啊？
咱举手来用出欢喜来的声来敬拜上。圣经无讲心内好，心内好，毋免遐尔啊夸张。圣经讲拍锣，圣经讲举手，圣经讲出欢喜的大声。所以，当咱每一摆有个敬拜的信心所产生的，无论是我举手，无论是看歌，无论是大声唱歌，甚至是跳舞，这毋是情绪上的表演，毋是学袂来，是咱爱用咱的身躯、咱的身体来见证信心的进行。当咱用行动来敬拜，咱就会当伫上帝面前得到讨白。有一位兄弟，我捌伊时，伊是长时间受着忧郁的困难，医生嘛看药仔嘛食，无啥物改变。虽然伊是基督徒，嘛是有信耶稣，不过伊表达讲，伊讲感觉甲上帝远远的足远的，上帝甲伊的关系是足远。迄当阵小组长就甲伊鼓励讲，要求伊做一项代志尔，就是改变伊伫厝内面的信仰习惯。因为以前伊祈祷拢无出声的，心内可能念几句尔，安尼就祈祷。小组长甲伊要求讲，无得只有伫内心的祈祷，你爱讲出来，你爱大声讲出来。然后用你的身躯来敬拜上帝。迄个人，伊本来是足害羞的人，伊开始的时无愿意啊，安尼足见笑，安尼感觉卡的，很不自在。不过，伊就真正顺服伊的小组长，伫厝内面无人看到的，厝内面房间内底，伊就放时间开始伫敬拜时学习举手。嘛，学习大声来唱出感恩的诗歌，嘛大声讲出伊的祈祷。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伊开始练习，无计较别人知伊咧看伊。过一段时间了后，伊做见证讲：啊，我偶包不见。偶包知道是什么吗？偶包就是偶像包袱的缩写，意思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压抑自己真正的自己，不希望别人看到你那一面。伊回答讲，当伊勇敢开嘴对学路，举手伫敬拜的时，伊就感觉身躯的重担拢放下来。最后，伊分享讲。我开始感觉有自由啊！伊的改变，毋是因为伊心内无相信耶稣，是因为伊将伊信耶稣的信心变做行动，伫行动中间表达信心。兄弟姊妹，敬拜毋是教派的传统，敬拜嘛毋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尔。敬拜是咱信心的宣告的表达。耶稣讲，信的主袂当囥伫旧的期待怎讲？柜台，我毋是咁讲。咱提醒咱想要经验上帝新的作为，咱家己生命的信仰的表达嘛需要调整。世界上有真侪人伫敬拜、伫礼拜的时，拢是恬静的。中文我觉得比较彻底，这是沉默。沉默的意思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是就没有反应。耶稣若是赫尔宝贵。耶稣的疼那是赫尔大，
没有反应的信仰，有点是正确。但是即个圣经提醒咱需要改变去调整家己，互对上帝的较无用咱的嘴、用咱的身躯来表达，这是上好面对对的方法。所以，毋通互敬拜只停留伫心内，爱用嘴，爱用你的行动，将你的信心表达。敬拜甲祈祷到底是甚款的关系？今仔日所读的三大经节，咱会看到敬拜甲祈祷是连做伙的。信心的生活会等于两条主要的轨道，非常的主管，甲耶稣相讲的时，伊是伊信心的起点。迦南的负责人的祈求是伊信心的坚持。撒玛利亚的负责人的敬拜是讲到信心的本质。三个故事拢变做一条线，就是一条会当分对的路。对咱的需要，咱大家拢有需要，对咱需要来建立信心，用信心去行到坚持，伫坚持的中间进入真实的敬拜。敬拜毋是干那咧唱歌、声音的表达，敬拜是一种全情顺服上帝生命的姿势。第诗篇63篇记载，迄时大卫王伫犹大的拄着迄个干旱，四界无水。不过大卫王悠然地宣告，伊讲：我要一世人称赞你，我要举手求你的名。举手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灵恩派专有的。举手伫圣经有记载，是形容人在敬拜的时内心所表现的顺服。伊的意义表示讲，主啊，我要全然交托，我无要搁瓦靠家己，独要瓦靠你。所以诗篇141篇第20有记载，愿我举起双手，亲像下昏的时的祭司受你接纳。伊富裕献祭是将上好的礼物带互上帝面前，献互上帝。到今仔日新约的教会，咱毋免摕羊仔、摕牛来到礼拜堂。咱会当伫上帝面前献上阮的感谢，跟全心全意。总是现今还阁有真侪人伫礼拜的中间，伫敬拜时，可能有小可偶包的问题，比较斯文。也是即个为着信仰的缘故，咱需要调整咱的心态。毋是讲我意思，毋是讲举手的人就是真的，毋是。不过真的人，一定会常常话举手。所以，伫敬拜时要跳出自己的限制。有人讲，我无爱即款的方式，我就无爱唱。毋是大语的，我无爱唱。有人看见举手的人，有人藐视跟随祈祷的人，感觉安尼做真见效，无习惯。也可能嘛感觉迄是外教派的表现，不过圣经提醒咱，要信所举起恁的手，学了耶和华上帝。
当即个人愿意伫敬拜中间偷放，伊的心就会开始拍开，灵内边的捆绑就随切断。敬拜是用信心、用姿势跪落去，但你伫外邦人的国家徛起，你明明知影有人甲伊陷害。不过，但你伫外邦人的国家真孤单的国家，一个南亚，伊一天3摆跪落来祈祷俄罗斯。伊并无讲，我是到面面层伫心内祈祷好，无，但你有外表的行动，伫一天3摆。面耶路撒冷跪落来伫祈祷，所以这是毋是会当互咱学习的对象？对今日开始，咱的敬拜，咱的信心会当用搁较无共款的行动来表达。敬拜是得胜的秘密。耶利米书有记载讲，靠耶和华。耶和华做伊所挖好的，即互人有福气。伫大数的年，拢无挂无，各结果子无线。当咱伫困境的中间，犹原选择举手跪落来，然后停落来，学老上帝，这就是真有信心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者，毋是一切。拢真好势，你才去敬拜。敬拜毋是无压力的人，敬拜是虽然虽往拄着困难、拄着艰难、拄着压力，不过我愿意伫遮个困难的中间，犹原宣告讲主啊，你堪得着荣耀。即款的敬拜会当启动。天顶的气力，即款的敬拜会当吸引上帝的同在，带来生命、健身、医治甲得胜。咱拢需要学习全人全心来敬拜上帝，甲上帝讲主啊，我是你的，你以外我无福气，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好的敬拜甲祈祷，会当带来生命的活心，亲像一台车，不管112引擎6000cc很大马力的车，如果引擎没有启动的话，这台引擎就等于0。不过启动马达可以帮助这台612引擎启动起来，它可以发出700匹、800匹、900匹的马力，是不是那个启动马达能够表达？所以，咱也会当需要领受天顶的困难来生活，咱就一定要用信心来学习，再用正确的态度去敬拜，伫敬拜中间有正确的心态伫祈祷，吸引上帝的同在，带来生命的活心。请做一个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阮需要你帮助，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面前来领受用诚实来敬拜你的心态。我会当作出好的回应，正确的态度。无论伫什么所在，我愿意用真实的信心来敬拜你，无计较别人的眼光，无计较传统的捆绑。我自由的伫你的面前来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求你赐予阮这款的信心，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我想咱倒数，咱只是来回应上帝回应，咱请去用信息483首，用信息483首。
25首，请。咱这是来报告吼，咱请咱人工小休咱加过来考试吼。咱的人工的事务吼，咱人工的事务的部分，咱家己来看吼，甲相关的因素。咱报告之前吼，咱有一寡新评语吼。咱感谢主吼，咱教会人才真济吼。咱今年有咱的全公司姐妹吼。开设先举班，那咱李姐机会，邀请这个甲咱请，请咱董老师来介绍。OK， 真欢喜哦，就是我们礼拜四有一个伟德一个班哦，所以是我们教会的公司姐来当老师来教很多的朋友们来画画。我们公司姐比较多在华语堂。聚会哦，那在葡萄树小组啊，今天有在我们当中，还有好几位的新朋友，我们请大家站起来好吗？好，欢迎我们的欢迎我们欢迎感谢你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请开始就。那请到讲述哦，这个画画的过程当中也有机会能够看见神的荣美，透过艺术，透过那个创作，看见神是伟大的神，也欢迎几位的姐妹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请欢迎他，感谢主。
欢迎咱的新朋友，一摆欢迎，永远欢迎吼。哦，咱即是对，咱搁一个是，咱迄对4月的机会，咱假想咱配合，咱再来甲伊交平安礼。咱12月6号拜六吼，他们有个成果展，在咱的教会。感谢主吼，咱有哈米水教会各位的成果展。设铅笔班哦，也放在咱边啊，所以咱会邀请咱就欢迎咱另外有机会再做伙来吼。咱讲咱的本会高薪消息吼，第一点呢，本会姚牧师哦代表咱台省前往艋舺教会啊庆安报哦，后下周11月16号礼拜，台湾新学院长系助理哦，阮帮派领者牧师前来庆安报哦，所以本会姚牧师会前往迦南教会。道牧师会前往7章教会，咱啊，请咱另外有机会来关心来到。咱本教会的附设协会11月13到10月10日，每周四的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我们教会201教室有读书会啊，从圣经中寻找真我，主导人就是林之金的老师，就咱今仔日会前演唱哦，知心姐吼，听讲这些人参加拢最感动的。踊跃的报名，咱有需要，咱甲咱后面的干事来报名。11月就今仔日中昼，咱1点牧区的小组长跟会长同工在208教室，我们有一个小组长的跟会长的一个聚会。第5点，模拟沟的献花奉献1个800块，咱有感动的，请咱的干事来评比。第6个点，经过咱明年度的每日读经释义咱若有需要咱跟我们后面一样，跟干事来做一个登记。那第7点，咱平安夜报佳音的同工咱赶快1点听建制长老讲是足紧的所以一样1点咧208教室开会，如果提早大家也提早到第8点是咱因应换年度，咱礼拜时间的调整，所以台语堂需要5节影音的同工，所以咱请咱教会王宇乐技术来教学。所以11月15号拜六下晡2点，咱咧遮1楼的礼拜堂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咱做伙来参加。有需要咱会甲咱帅哥林博颖来报名，博颖的遐有需要咱甲博颖来报名最后咱来支持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平安基金会的事工，咱义卖2026年的月历1本50块有需要有机会，我们到那个招待桌，我们认购，我们自由奉献。再来，咱就看咱的关怀来到的部分，杨英珠姐妹在10月30号凌晨按叫出来，咱定11月13号早起8点，在板桥殡仪馆评论厅孤灵告别式，咱就请咱的为遗嘱来祷告，求主来亲自来安慰甲扶持因。然后再加调养的机会有谢崇明、刘秋燕、蔡妍美、马来金、柯玉、曾文德、郑明霞、林敏珠这样的机会，到大医院红本长弟兄的妈妈咱在教会辛苦北洋，咱也有机会彼此的肢体，我们彼此的祷告。第4点，为了咱这时啊，为了泰山教会甲文化教会的发展，求主来保守fund兴教会。后面部分来收听，当然部分咱做伙来干事来翻译，咱即时后来后面，请后面大家。知道奉献的意义的姐妹们不用马上奉献
开咱的酒库后面吼，咱来甲分酒的经过。时间95篇第6节到第7节，咱做伙来甲。来啊！为了你创造咱的高大的奇迹，因为你是咱的上帝，但是你是对的，你是来，咱过来学一摆。来啊！为了你创造咱的高大的奇迹，因为你是咱的上帝，但是你是对的。再来，咱啊上赢509首，上二线请读书人做到。特别上帝的正堂，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